亲爱兄弟姊妹、各位贵宾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恩典甲信心的引带，互咱双连教会今仔日第3支分堂举行庆祝设教110周年。上时也要伫遮来举行双连教会社会福利园区第4期培育中心开幕剪彩典礼。伫咱的人生过程中，咱有份参与伫咱的双连教会服侍、敬拜，甲今仔日的庆典，实在是上帝大大的恩典。咱要献上咱的感谢，这是咱做伙来祈祷。听完的主上帝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恩典伫双连教会满满是。主啊，伫过去110年以来，你互阮极大的恩典充满伫阮的中间，毋但伫台北、伫三芝、伫新庄，主啊，甚至伫侪侪所在，拢会当看见上帝你的恩典。主，阮今仔日早起伫遮要来做礼拜，阮要将家己献上。主，恳求你的信心进入阮的中间，通过你的话。互阮每一个人愿意搁一摆将家己献上，互你来使用。伫未来双连教会宣教事工，互阮每一个人拢有份来参与。主，阮要搁一摆将阮的礼拜对头到尾交伫你的手，求你的信心引带带领阮，互阮拢会当有领受。阮的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去年是马街来台湾宣教150周年，今年就是咱双连教会设教110周年。回顾过去150周年，或者是咱的110周年，这拢是经过历代宣教师所赢的福音种子，打游园、布衣、开花、结果子，互福音的事工会当继续伫咱这块土地顶面来传承甲发展。咱双连教会就是徛伫即款的信仰基础顶悬，就好亲像咱是军队伫过去信仰前辈的脚迹，来继续向前来跑走。所以，咱若是无清楚早期宣教师的意向，无清楚咱双连教会的历史，咱就无明白咱家己的身份甲所徛的所在。所以，伫今仔日即个特别的时刻，牧师要用圣经的话来甲大家勉励。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《使徒行传》26章19节到20节有讲，保罗安尼讲：所以阿基帕王，我无违背对天来的意向。我大先对大马士革甲耶路撒冷的人，后来对犹太全地的人，嘛对外邦人传道，劝因着悔改来归向上帝，搁着用行为证明因有真正悔改。这是保罗伫阿基帕王的面前，为着家己辩护，做最后的结论。保罗从伊伫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所领受的异象开始，然后试过传讲耶稣的故仔、传福音的过程，伊用回顾的眼光来重新说明，特别伊将主交代伊的话重新搁讲一遍。伊讲：主讲，我就是你伫迫害耶稣，起来，徛咧。我对你显现，是要派你做我的仆人。为着所看见关系我的事，以及将来要对你显现的事做证，我要对以色列人甲外邦人的中间，甲你救出来，找劝你去因遐开因的目睭，互因离开黑暗，进入光明，离开撒旦的权势，归向上帝，互因对信我得到赦罪，搁深受做上帝选民的地位。保罗最后伊真勇敢，对阿基帕王讲：
所以阿基帕王，我无违背对天来的意向。照圣经学者的研究，这段保罗的演讲是使徒行传中第一重要的讲道。作者通过信心的感动，将伊当作是使徒行传中的最高峰。然后伫27章、28章记载，保罗就要前往罗马传福音，来加做使徒行传的结束。兄弟姊妹，当咱今仔日做伙庆祝上联教会设教纪念日的时，咱毋那只是感谢少年过去侪信仰的前辈，因对上联教会努力甲贡献，实在也应该爱学习保罗的话讲：我无违背对天来意向，来好好思考，咱应该要做啥物？牧师要分2点来甲大家做伙互相提醒。第一，就是伫咱人生的旅途中，甲主相拄；伫人生的旅途中，甲主相拄。保罗伫前往大马士革的路呢，伊甲主相拄，受差遣诚做传福音的使者。保罗伊就是伫前往大马士革的路途中，对于原本是要迫害教会的扫罗，伊变成外邦宣教的使徒保罗，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对耶路撒冷传到安提阿，搁传到土耳其、希腊、甲罗马。所以保罗伊伫阿基帕王的面前讲：我无违背对天来意向。马盖牧师伫伊10岁迄年，也通过中国宣教的宾威廉牧师，来到伊的教会做宣教的报告中，伊受到感动，所以伊就下决心立志，将来伊也要加做宣教师。10岁的马盖立志了后，虽然伊犹原拄着侪困难，伊犹原是一本初衷，从来毋捌改变，来成就了今仔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北台湾的宣教事业。伫宣教书名友伫牧师所写的一本册《教会的建造家》吴威廉牧师，内底也讲到吴威廉牧师，当伊伫青少年，也就是高中生的时，有一届甲伊的小弟前往伦敦市区的圣安德烈教会，听一位出身伫加拿大的宣教师报告有关远东地区的宣教。这个宣教师就是对台湾宣教转去报告的马盖牧师。马盖将伊伫台湾的宣教工作报告予因的会友来听，而且佫号召佫较侪人会当亲像伊同款，愿意前往台湾来传福音。吴威廉牧师当伊要转去厝呢的路里，伊就甲伊的小弟讲：我将来也要加做宣教师。特别吴威廉牧师是煞接马街伫台湾的宣教。吴威廉牧师佫较是对咱上联教会伫台北地区有真深的影响。伊将北部的宣教的中心对淡水前线到伫台北民生东西路、中山北路迄带。1910年，马街纪念病院成立。1913年，余寶珍讲义所成立。这个余寶珍讲义所，就是咱上联教会的前身。伫当时是为着马街病院的医护人员人生的需要所设立的。1914年，台北新学校，也就是台湾新学院，伫现在台泥大楼的所在开始上课。
这就叫做宣教的金三角。咱知吴威廉牧师甚至也有计划，要卖土地对咱遐直直到圆山遐，真可惜，因为迄年台北拄着风台，中山北路附近全部拢淹大水，所以教师会就否决吴牧师所提出有远见的意向。这件代志，互吴牧师非常失志，佮艰苦心。所以有音乐专长的吴牧师娘，伊就写了一首歌来安慰吴牧师。这首诗歌也就是咱等下要做伙来吟的圣诗317首。你若欠缺，真失望。所以这首诗歌也称作双连调，双连调。兄弟姊妹，保罗、马偕甲吴威廉，拢是伫因的人生的旅途中，甲生命的主相拄，然后就改变家己，决志成做上帝的奴仆，而且离开家己的故乡，去别个所在，宣扬上帝国的福音，为主做见证，传福音到逐个所在。套一句以前竞选的口号，一路走来，始终如一。兄弟姊妹，咱虽然现在无法度，亲像保罗走去大马士革的路上，来等待主耶稣用光来光照咱，咱也无机会，亲像马偕伫10岁迄年，拄着一位叫做宾威廉的牧师。用伊的话来感动咱，或者是亲像高中生的吴威廉，听见佮受到马偕宣教的号召。但是今仔日，上帝犹原互咱有机会，互咱有机会伫上联教会来甲伊的永恒事业搭上线，行这条甲生命的主相拄的路。第二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事了。煞接就是咱的代志啊！亲爱兄弟姊妹，保罗伫往大马士革的路上，伊明白上帝旨意。马偕是伫伊10岁迄年，也明白来立志做宣教师。吴威廉就是当伊伫高中生的时，受到宣教的感动甲号召，明白什么是上帝旨意，伊应该要行倒一条路。各位，咱在座大部分的人，咱拢毋拿10岁，咱也毋是高中生，但是面对上帝甲上帝国度，咱立了什么款的心志？咱每一个主日、礼拜日，咱拢用主祷文来祈祷。当咱祈祷讲：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旨意伫遮，伫地呢，亲像伫天呢的事。咱转来看咱家己的生活。看咱家己的性命，咱是毋是真正是安尼呢？咱是毋是伫上帝旨意中立定咱的心志？咱是毋是有照主耶稣的吩咐，普天的传福音，互上帝国度、上帝旨意伫遮，伫地呢，亲像一天呢一样呢？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讲：一个毋知影过去历史的人，就毋知影家己的未来要去倒位。也就是讲，上联教会过去的历史，影响着现在的咱，现在的咱也会影响着未来上联教会历史的发展。双联教会过去的历史影响着现在的我们，
现在的我们也会影响未来双联教会历史的发展。各位，外国宣教师的时代已经过去啊，传统长老教会牧会形态，也就是只有牧师甲长职关心会友的教会，也已经过去啊。对大以后，咱拢是受上帝差遣出去做工的工人。无论你去什么所在，无论你伫什么所在，你就知你是受上帝差遣的工人，是为着互你周围的人对你的成就体会到上帝疼甲真实的关心。兄弟姊妹，煞接就是咱的代志啊！甲比仔人讲一个，煞接就是咱的代志啊！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事了。这个标题我是借用阮囝所写的一本册的册名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事了。这是描写伊伫淡江中学的教学经验甲使命，以及对学校的未来的意向甲传承。相反，对现在上联教会未来的宣教事工发展来讲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事了。煞接就是咱的代志啊！对大以后，请咱做伙立志，继续伫咱的生活的四周围做福音的事工。各位，教会事工毋是在论咱有偌济，奉献偌济，或者是会当得到偌济利益。教会事工是在论咱要怎样来用这个，毋那只是用伫咱家己的成就，也爱用伫别人的需要顶面。咱有听过一句话安尼讲：伫别人的需要顶面，看到家己的责任，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。所以，咱的教会才会伫三芝地区、伫新庄地区设立分堂。咱伫遐做社会福利的事工，嘛要做福音的事工。所以，等下咱礼拜刷了后，咱也要刷咱的脚步，到伫新完成的第4期培育中心头前，要举行剪彩开幕。所以，伫今仔日这个特别的时刻，牧师爱勉励咱大家，伫咱的生活中，用安尼反省甲思考，来接续保罗、马偕甲吴威廉的宣教精神，以及上联教会宣教事工。最后，愿上帝甲咱同在，也祝福咱大家会当学习保罗所讲的：“我无违背对天来的意向。”伫咱上联教会设教11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，通过今年教会的主题，就是寻初心、爱相连，寻初心、爱相连，来提醒咱，来落实正做伫基督内面新创造的人，互咱毋但是回顾保罗、马偕甲吴威廉，也回顾咱上联教会过去110年来信仰前辈的宣教精神，甲起初的迄个信心，也搁较回顾咱家己起初对上帝的决志甲感动，也就是互咱会当转到信仰的第一现场，就是伫上帝话语圣经中，好好啊去做咱的信仰基础。通过每一日的读圣经、祈祷的灵修生活，互咱找到上界起初的信仰的感动甲心境，搁较通过参与伫教会小组团契，落实彼此相听的行动，伫咱的生活中，互咱搁一摆加做上帝祝福人的器具。亲爱兄弟姊妹，
伫庆祝咱的教会101岁生日的时，互咱搁一摆决志，做伙寻初心，爱相连，寻初心，爱相连。愿上帝亲自更新改变，成就咱每一个人，成做上帝国福音的出口，甲祝福人的器具，互上联教会宣教事工大大兴旺，荣耀上帝国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听阮的主上帝，阮要伫你的面前献上大大的感恩，因为阮真正是袂堪的人，总是你予阮有机会伫上联教会做伙来敬拜，做伙来服侍你。主，阮要为着阮的教会生日献上感恩。阮搁较要将家己献上，互你来使用。求你来祝福阮所有的兄弟姊妹，会当诚做福音的出口，诚做祝福人的器具，互主你来使用。求主你继续使用阮所有的人。阮相信伫未来上联教会要搁较大大，互上帝你来使用。愿主你赐福，阮的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